波浪理論嘅核心思想係市場嘅價格走勢，並唔係隨機波動，而係由一系列嘅波浪組成嘅。呢啲波浪反映咗投資者嘅心理變化，並且遵循一定嘅規律。5浪上升與3浪下跌。市場嘅走勢分為2個主要階段推動浪，由5個子浪組成。其中1、3、5浪係上升浪，2、4浪係回調浪。調整浪由3個子浪組成，標記住 A、B、C 浪。呢8個浪構成咗一個完整嘅波浪循環。當一個循環結束之後，下一個循環就會重複呢一個模式。波浪嘅分型特性，波浪理論仲有一個特點就係分型，即係無論係長期嘅月線圖定係短期嘅分鐘圖波浪結構都係相似㗎。呢種嘅特性令到波浪理論可以應用喺唔同嘅時間框架。